大家好，我係 Candy，歡迎嚟到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。今晚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覺得對好多步入中年，又或者開始覺得自己身體好似同以前唔同咗嘅人會幾有感覺嘅書，叫做 Whole Body Reset， 中文譯做全身重置逆齡計劃。呢一本書最主要想講嘅唔係教你點樣極速瘦身，亦都唔係一本叫你戒晒所有食物，靠住意志力捱落去嘅減肥書。佢想處理嘅其實係一個更加深層、更加現實嘅問題，就係點解人一去到40歲、50歲之後，明明食嘅嘢同以前差唔多，但個人就真係會容易腫、容易攰、容易肥，尤其是係個肚腩好似特別難搞啦。呢一本書入面嘅答案係，問題未必在於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仲用緊20-30歲嗰一套方法去對待一個已經改變咗嘅身體。我覺得呢一個切入點好值得大家停一停去諗一諗，因為我哋成日都被灌輸一種概念，就係如果你肥咗、狀態差咗、精神冇以前咁好，原因通常只係得一個，就係你懶咗、唔夠自律，你食多咗，你做少咗運動。但呢本書提醒我哋，有時唔係你失敗，而係個身體嘅規則已經慢慢改變咗。隨住年齡增長，肌肉量會慢慢下降，身體對蛋白質嘅利用效率亦都會減弱，基礎代謝會受到影響，於是脂肪，特別係你個肚上面嘅脂肪就更加容易累積。換句說話講，作者想帶出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就係中年之後，如果你仲將減肥理解做食少啲、捱餓或者係忍口，其實未必只係冇效，反而仲可能會令情況更加差。因為你一旦食得少，營養唔夠，身體流失嘅未必只係脂肪，仲可能包括本身一路已經流失緊嘅肌肉。而肌肉越少，代謝越差，之後亦都更加容易肥翻，形成一個幾沮喪嘅循環。所以呢一本書提出嘅方法，唔係叫你再節食得更加徹底，而係叫你重新思考，你有冇食得啱呢？尤其是係你有冇喺每一餐都俾到身體足夠嘅蛋白質呢？書入面嘅核心主張之一，就係中年之後要更加重視蛋白質，而且唔止係一日總共食幾多，仲要睇你點樣分配喺早餐、午餐同埋晚餐。作者特別強調，蛋白質唔應該全部都堆晒喺晚餐先至食，而應該係3餐都相對平均，咁樣身體先至有更加多嘅機會維持肌肉同埋支撐代謝。我相信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呢一點都真係幾有共鳴，因為我哋平時最容易忽略嘅，往往就係早餐。好多人早餐只係一杯咖啡或者一個麵包，甚至趕起時間上嚟完全唔食。午餐就求其食碗粉麵，真正比較似樣嘅一餐通常都係夜晚。但書入面其實就提醒我哋，呢一種嘅進食模式對於中年身體未必理想，因為你一日最早嗰2餐冇好好供應蛋白質，去到夜晚先至一次過補，其實未必可以完全彌補翻之前流失咗嘅肌肉合成機會。呢一本書另一個我幾中意嘅地方，係佢冇將健康講到非常之離地，佢唔係要你突然改變成為健身嘅狂熱分子，亦都唔係要話俾你聽你要告別原本嘅生活，而係主張一套比較容易實踐、比較現實嘅方向。就例如係每餐都加翻啲優質嘅蛋白質，例如係雞蛋、乳酪、豆腐、魚、雞肉、瘦肉。同時要增加纖維攝取，包括係食多啲蔬果、生菜、全穀類等，飽足感穩定啲，血糖穩定啲，腸道亦都會健康啲。再加埋一啲基礎力量嘅訓練，唔使複雜，但係要持續，即係話佢講嘅 reset 唔係啲3日見效、7日會逆轉人生嘅 reset， 相反，佢比較似係一個方向上面嘅修正。你唔係同身體對抗，而係重新同身體合作。你開始接受呢一個年紀嘅你，已經唔係當年可以捱夜、亂食嘢、2日節食就回復狀態嘅你。但係同時呢一個年紀嘅你，亦都唔代表你冇得救，唔代表你只能夠一路走下坡。
我覺得呢一個信息好重要啊，特別係對好多女性嚟講，或者係本身工作好忙、壓力好大，又成日照顧其他人多過照顧自己嘅人嚟講。因為我哋成日都將身體問題道德化，瘦就係代表自律，肥就係代表失控，精神好就代表你管理得好，攰就好似係你唔夠努力。但 Whole Body Reset 呢一本書，某程度上就係想幫大家拆解翻呢一種自責。佢話俾你知，身體轉變其實係有生理原因，而方法就係唔好再怪自己，只係需要理解個機制，再溫和但係堅定咁調整。如果用一句最簡單嘅說話去總結成本書，我會話中年之後最重要嘅唔係減磅，而係增肌，因為肌肉唔單止關乎外形，仲關乎你嘅力量、平衡、行動力、代謝，甚至你長遠嘅老化速度。當我哋以前講減肥，焦點成日放喺體重嗰幾個數字，但書入面其實想我哋將焦點轉去另一個問題，就係你減落嚟嘅到底係脂肪啊，定係話連肌肉一齊減埋呢？如果你只係變輕咗，但整體人更加虛、更加易攰、更加冇力，其實未必叫做真正健康㗎。而呢一點，我覺得同人生都幾似。好多時我哋以為少啲就等於好啲，少啲卡路里，少啲時間，少啲休息，少啲照顧自己，好似咁樣先至叫做努力。但去到某個階段，你會明白，真正重要嘅未必係不斷刪減，而係補充翻你原本缺少嘅嘢。對身體嚟講，可能係蛋白質、肌力、睡眠；對生活嚟講，可能係界線感、節奏感，同埋對自己多少少嘅原諒。當然，作為一本健康類嘅書籍， Whole Body Reset 唔係完全冇局限㗎。第一，佢提出嘅方法雖然係比好多極端飲食溫和，但係本質上都係一套相對清晰嘅生活建議。所以對一啲本身作息極亂、經常應酬或者係根本冇乜時間去為自己準備食物嘅人嚟講，要長期做到有一定挑戰。第二，任何健康建議去到個人層面，仍然要考慮翻自己嘅身體狀況，例如有冇慢性疾病，有冇腎臟問題，有冇醫生特別交代嘅飲食限制，唔可以一本書講咩就全部照單全收。不過如果你問我呢一本書最有價值嘅地方，我會話唔只係佢重新提供咗一啲飲食原則，而係佢改變咗一種敘事。佢唔再將年齡視為失敗嘅開始，而係視為一個需要重新校準嘅階段。你唔需要再用後生時候嘅標準去責備而家嘅自己，你需要嘅係承認規則變咗，然後學習一套新嘅規則。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本書 Whole Body Reset， 如果要留低一個最核心嘅信息，我會咁講：年紀增長唔代表你只可以接受身體一路走下坡，但你要改善，亦唔係靠更加狠咁對待自己，而係靠更加理解自己。當你開始明白中年身體真正需要嘅唔係更少，而係更加準確、更加平均同更加持續嘅營養支持，再加上基本活動同埋力量維持，你先至有機會唔係單單瘦落去，而係整體狀態慢慢好返。如果你最近都係學習緊同自己嘅身體重新相處，希望今晚呢一本書可以俾到少少安慰你啊！你唔係突然之間失控咗，你只係去咗另一個階段，需要另一種方法。呢一個世界成日都催促我哋快啲修正，快啲變好，但有時真正有效嘅改變，反而係由理解開始，然後再慢慢穩穩陣陣咁重建翻自己。我係 Candy，多謝你今晚陪我睇呢一本書，晚安。